點解 cardio 有氧運動呢個概念根本唔存在呢？首先第一 cardio 其實係完全唔會幫到你減脂肪嘅，呢個好多運動愛好者都唔願意相信嘅現實，其實已經被 Dr. Herman Ponzer 幾年前嘅詳細研究證明咗嘅。咁你想了解真正燃燒卡路里減肥嘅秘密嘅話，我非常之建議你閱讀 Burn 2021年出版嘅呢一本書，因為你會發現點解運動其實係唔會增加我哋嘅新陳代謝率，你每日行幾多路或者跑幾多，對減少脂肪其實係冇乜幫助嘅。換句話講，額外嘅能量消耗，即係話狂做運動啦，係唔會幫到你達至卡路里不足嘅呢個狀態，因為身體係會出現一種叫做適應性生熱嘅作用嘅現象，身體係會自動減低其他部位熱量嘅消耗，變相你全日消耗嘅熱量其實係差唔多。我知道以上嘅說話 mindfuck 咗大家，令到你覺得好震驚，咁所以你想了解詳情嘅話就睇書啦。第二，只要你正確地用高強度嘅方式鍛煉肌肉，每組運動之間好少休息，其實你已經係會大大提升你嘅心血管健康嘅效果，係比起你個禮拜做4、5、6、30至60分鐘嘅低速嘅低強度運動其實係更好嘅。咁所以只要你正確地做阻力訓練嘅話，你係冇需要額外再跑步啊、游水啊、踩單車或者玩划艇機嘅，除非你自己好 enjoy 嗰啲活動啦，否則你咁樣做其實係嘥時間。